今仔日是真快乐的日子，咱就爱伫主的圣殿来欢喜，来阿乐敬拜咱的主，阿妹吗？感谢主，今日是主的圣日，咱起立来阿乐咱的主哦，真快乐的日，逐日我要来阿乐主。哈利路亚！咱就是袂晓唱这首歌，咱就是今仔日是新的日子，咱唔知今仔日会安怎过，咱总是会当定义今仔日就是真快乐的日子，阿妹吗？看起来真简单，总是爱练习，是吗？这首歌是新的歌，无问题，因为今仔日是新的一礼拜，咱的主要做新的代志，所以咱就是对主来阿乐主就好哦，咱。会晓唱的就来唱，袂晓唱，咱用咱的乐器，咱用咱的手，嘛会当来拍手来，阿乐咱的主哦，预备，来，我的阿乐你主，真快乐的日，我们来的主啊，真快乐的日。愈来愈大声，真快乐的日，真我们来阿主，真快乐的日，我们来主啊，真快乐的日，万事皆看天头，你我可兄弟。哈利路亚！新的代志，咱就是会袂习惯，总是主要引带咱慢慢来习惯。咱即马就像要来练习新的事，要发生伫咱中间。主要赏赐咱，互代笔伫老的时阵，这首的诗歌要成做咱随时的帮助。甲咱教会要新的代志要发生，这个新的代志是要互新的世代。所以，咱就来用上帝话来讲做咱的学乐。咱请来读，请上主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配不行。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，带我到清净的水边。伊予我新的快乐，为着伊的名，带我行正直的路。阿门。兄弟姊妹，咱就来学乐咱的主。咱的主知咱头前的路，咱唔知。咱即马或者感觉讲懵懵了了，无要紧；或者咱感觉讲咱一无所有的，咱是一无所欠哦。因为这位主是供应咱的主。咱三个来祈祷，嘛恳求上帝来光照咱，互咱知咱得罪伊的所在，较紧的转到主的正道、正路、义的路，是因为主要引带，伊是信实，伊是听，伊是公义，伊是全能的。咱开始来祈祷，哈利路亚！主，阮感谢阿罗你，主啊，你是阮的牧者，主啊，你知阮头前的路。主啊，人真小看，主啊，人真袂堪你，主啊，阮实在是一个真习惯的人，总是主啊，你要互阮做新的事，伫迦南教会，主你一直伫58年来，主啊，你日日做新的事，每一礼拜，主你拢应允阮，主啊，互阮伫礼拜早起时，阮会当真快乐，主啊。不管环境如何，阮定义，阮就是真快乐。主啊，阮的快乐是因为你是信实的，你是公义，你是主爱，你是全能的。主啊，你是阮迦南教会的头。主，阮感谢阿罗你，哈利路亚！主，阮感谢阿罗你，你是阮的阿爸，你是阮的牧者。伫迦南教会伫10月，主啊，你特别纪念，就是伫58年前，主你呼调一群，听主传福音，主你的囝儿伫这个所在互你的名设伫迦南教会。主啊！伫
伫新的世代要开始，你互阮新的快乐，总是你也是有用诗篇23篇，真做阮的帮助，阮嘛真做阮的儿乐，阮定义就是每一天拢是新的，阮每一天拢要来定义，祝阮伫你内面快乐甲喜乐。阮来恳求感谢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继续，咱要来来看上帝互咱的话语，请咱先请坐。诗篇23篇，人讲是万金油，就是啥物事拢会使用诗篇23篇来祈祷。咁好，咱三个来祈祷，来请。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，也唔惊灾害，因为你甲我同在。你的棍、你的管，互我安稳自在。伫我水敌的面前，你为着我摆设宴席。你的油我的头壳，款待我做贵宾，令我的杯满出来。感谢主，主知咱的需要，因为伊是甲咱同在的，所以咱唔免烦恼，心平安。伊要保守甲祝福。咱若伫即几方面有需要，你特别家己软正需要有人为你代祷，请你起立。咱的牧者甲咱的长老会到你的面前为你祈祷。其他的，咱若感觉讲，我都是单独要甲主来会面，恳求主来引出来，咱就将你的手放伫你感觉你需要主来带领你的所在，凭着信心到主的面前。请咱若有需要，请你来起立。咱的牧者、咱的长老要来服侍你，请咱开嘴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，主，阮感谢阿罗你，主啊，你是听阮的主，主啊，阮这个人的心灵，你意，你知影，你要引带甲扶持。主啊，你透过你的话，真水。阮随时的帮助，嘛真做阮的安慰。主啊，人实在是唔知但是主，阮只要知影有你，你是阮的倚靠，这就有够业啦。主，阮感谢你，凭着信心，主啊，你要引带带领，阮感谢你。哈利路亚，主，阮感谢阿罗你，你是施阮的主。主啊，阮知阮需要你的引带。主啊，因为你是阮的避难所。主啊，你是阮的保护者。主啊，你是阮的力量，你是阮的诗歌。阮倚靠你，主啊，阮就知，阮是属于你的。主，阮是孤单一个人，阮毋免惊，阮毋免喘。主啊，伫黑暗中，阮永远知影，主你的光要来照阮，要来引带阮。阮感谢阿拉，你也要互阮有心灵的健康，因为你定义就是要互阮真侪见证。主，我靠你的人，主啊，阮就是幸福的。我靠你的人，阮就无迄个无望的时阵。我靠你的人，阮就会当刚强壮胆。感谢阿拉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继续，咱要来为着主力来守望来祈祷，请你的恩典慈爱一定一世人甲我做伴，我要永远住伫上主你的厝。阿门。旧年，咱要聚会，拢是一个无可能的代志。总是3年疫情，咱会当伫主的圣殿是何等幸福事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要为着几项代志，咱家己甲上帝关系，嘛为着今仔日，咱看咱今仔拢清志工因为咱就是伫嘉南教会差不多20几年有台湾迄个桃园市的全人生命教育协会就是协助人到教会，阿妹吗？所以今仔日是主日，嘛为着每一个志工，为着社区的朋友来祈祷嘛恳求上帝伫每年伫嘉南教会头前的路，上帝是咱嘉南教会的头，阿妹吗？所以咱对就好啊，对咱的主，毋是对别人。咱的主，咱单仰望神，神会带领，上帝要带领，因为这是伊的教会，伊哪有迄个无顾的呀？咱对就好啊，好，咱嘛为着灵命更新这个组来祈祷，嘛，互咱每一天会当单独会主咱会当伫家庭、伫服侍、伫工作会当经验主，更较重要会当明白上帝的心意。伊的心意是要互咱明白哦，毋是看着无互咱知哦，是咱可能耳孔，咱可能耳背无听着，目睭去黄的，毋知顾着啥物货，无愿意看。咱的心掠掉的，无要望主，
恳求上帝来帮咱，透过灵命更新主，就是要来帮咱咱开声为着今仔日的礼拜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！主，阮感谢阿罗你，你是创造，你是设立主你的主，阮感谢阿罗你。主啊，阮要奉你的名伫你的面前，主啊，阮陪伴阮家己，主啊，特别伫即间教会，主啊，伫迦南长老教会，主啊，是你的名所设立的，主啊，你知阮头前的路，你搁较知影，你正经历现在阮所需要的，主你所拣选的，主这长老结束，主啊，因伫你的面前尽心尽力，主啊，你知因的心志。主啊，恳求你安慰夫妻带领，主啊，你也好睿智的，主啊，定心搁一遍伫你的面前立志，主啊，为着你的教会，主啊，为着你的福音的缘故，主啊，为着每一个人的性命会当甲你校正，主啊，阮搁较伫你的面前倾掉伫你，主恳求你来带领夫妻，咱要用主祷文要斗阵安尼祈祷讲，愿伫天你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。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时今仔日予阮，赦免阮的过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过负阮的人。无伫带阮入日刺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，照安尼遵行，才是聪明。上主应该永远受称赞。请咱做伙来吟诗，圣诗128首，圣诗128首。主耶稣，我的主，请起立吟全首。主耶稣，我的主，伊有对是高安当作我的主，万人着拍败，万民着宣告，基督是我的主。主耶稣，我困苦，伊免出一万万高做咱恩福。日日要来临，世界要因果，基督是咱的恩福。主耶稣，伊是听，行伫伊身所行表面伊是听，属伊正行日，这声欢喜唱，基督耶稣是听。主耶稣，我命主，原是通帮咱自由我命的主，伊在护着咱，甲伊的远大，基督我命的主。咱同心来祈祷，万军的耶和华全能的主啊，天要讲起你的荣耀。强抢要保养你奇妙的作为，你一伸手，万物拢要得到把助；你一开喙，讲有就有，一命令，万有就形成。阮是何等的稳定，会当成做你所拣选疼痛的囝儿，会当领受你一切的丰盛。你应允阮的喙大开，你就互阮把助。你阁要用上好的麦，甲石搬出的蜜，互人满足。阮感谢你丰盛的恩典。为着感恩甲回应主的疼，阮愿意献上家己做活祭。但是阮这活祭，却有真侪家己的想法、意见，自私、自利，阁自义，失去活祭应该有的慷慨，得罪着上帝，得失着人。拍歹甲上帝、甲人和好的关系，求上帝用圣神、用火来清气阮，除去一切的骄傲、
虚假、贪恋、骄疑。使阮勇敢、仁爱、接受的心，学习谦卑、顺服，结连伫生命的源头，会当成做芳的活祭。主啊，以色列巴基斯坦当含落伫战争的惊吓中，主你是和平的主，是全人类的救主。求主掌管这一切的局势，赐落平安，互你的子民会当平静安稳生活。主，阮的教会以及牧者团队也当面对济的变动，求你赐阮甲你同行伫水面顶的信心。无论脚前有偌济风影，也是黑暗看无头前的路，阮拢着用信心的眼光注目伫你，对你向前行。因为你是阮的牧者，阮无欠缺。教会是你的，牧者也属伫你。你的确会带阮到伫青翠的草坡，恢复阮的心的气力，带阮行伫正直的路。祝阮同齐伫遮学乐敬拜。你的宝座就设立伫阮的中间，圣神就要大大充满伫每一个角落。阮要欢迎你，也要看见你的阳光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请坐。请咱做伙来启应文46篇，启应文46篇，也是以赛亚书45章18节到19节。创造天的上主安尼讲：伊真正是上帝，伊造地，互地有形体；伊互地坚固，伊造的毋是混沌，是要互人徛起的所在。这声。伊安尼讲，我是上主以外无别个。我无伫阮捌，也是黑暗中甲恁讲。我无对我国的后代讲，恁着伫混沌中超出。我上主所讲的是真实，所宣布的是正确。请生命协会志工队来献诗，伊所要献的诗是恩典之路。
请咱做伙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8章22节到25节。路加福音第8章第22节到25节。有一日，耶稣甲伊的门徒上船的时，甲因讲：咱过来去迄边岸。因就开船，船伫行的时，耶稣困去。忽然有一阵大风扫落来乌呢，船雨水淹甲要满，真危险。门徒去甲伊叫醒，讲：老师，老师，咱要无命咯！耶稣醒起来，即避风甲大影，风影定，一切就静静。耶稣对门徒讲：恁哪会遐尼无信心？因惊吓，阁奇怪，大家讲来讲去，即个是甚物人？伊一个命令，连风甲影拢顺服。这时，请本教会社区牧师刘牧师来讲道，伊的题目是“希望出航”。有牧师甲兄弟姊妹，甲咱的志工平安。今仔咱要希望要出航，咱的目标伫倒位？咱的目的地伫倒位？咱的心情如何呢？咱有信心吗？咱有愿望吗？咱有主的听吗？阿门！咱三个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！主，阮感谢俄罗你。哈利路亚！就是主啊，阮要来俄罗你。主啊，不管阮即马境遇好歹，主啊，阮就是定义要来俄罗你，因为你是创造阮生命的主。主啊，你是引带阮头前的路的主。主啊，因为你讲了就算数，你知阮一生在伫你。你嘛要引带阮，互阮无惊吓，无孤单。你甲阮拍保证，阮跟在你的，阮要伫永远的道路上是有愿望的。阮感谢你，恳求你启示阮你的话，互阮听了明白，搁照安尼去行。阮来恳求感谢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这个牧师是德国人，伊的爸爸是真传统的信义会的牧师的囝。伊一生就是立志无爱做牧师，伊要做一个音乐的人，因为伊感觉伫信义会内面的牧师真传统，实在是无法度甲伊迄阵少年人的心是相合的，所以伊无想要做牧师。总是伫2000年的时阵，伊带着台湾的某。转来到台湾，伊是一个音乐家，伫美国、伫欧洲拢是做真好教授的音乐的教授。总是2000年的时阵，上主甲伊讲去开拓教会。伊讲开玩笑，我毋是读神学院的，总是伊愿意顺服。伊讲主啊，若毋是你的旨意，恳求你来关门，所以伊就开始要去读神学院。伊就开始准备，本来是要做老师，音乐老师，即马要做牧师。牧师就是安那，互人牧算的，嘛会输安尼，做牧师嘛吼，爱有心理准备啦，你知无？有安尼准备，有安尼决志无？老师无共哦，对无？老师人是尊敬的哦，牧师是红牧哦。你爱阁讲感谢主，主你一定有美好的旨意，阿门。主要引带，因为主一定有办法。所以，伊就开始去伫台湾的南部台南开拓教会。真正伊想讲我实在是啥物拢袂晓，总是上帝会晓就好啊，阿门吗？所以啥物拢袂晓，所以上帝就来啊！上帝上爱用迄落啥物拢袂晓的，因为上帝会当大大来发挥，所以伊的教会成长哇足紧的。伊讲一句话，我真介爱伊讲，伊讲教会的生存。为什么要有教会？教会生存就是要成全圣道，要传扬福音。船，咱人就亲像一条船，上帝所创造咱的船。船被创造的目的是要为着安那离开港口，航向大海，对无？咱若受造这条船，永远停伫港口，咱永远伫避风港，停伫港口拢无出航，会发生什么代志？定定烧落，大家拢无出航啊，大家拢伫港口啊，就会内这样我占一位啦，你的需要好互你开一位啦，迄个外口要停来袂使，互伊才停来。当咱也无出航，因为海是无限的，海是一望无际的，咱就是这个船被造，咱就是要出航的，毋
不是要为着伫港口味的，安尼落安那，只看到我们自己的需要。内需很重要，教会里面的人需要很重要，咱伫厝的来很重要。一讲到内需很重要的时候，咱就会内耗、内斗，因为拢客袂好势。港口有这大年啊，免那客好势。船被造就是要为着要出航，教会被设立就是要传扬福音，互外口的福音朋友入来甲教会。这嘛是咱协会成立的目的。协会就是协助人进入教会，阿妹吗？兄弟姊妹，咱教会真有眼光。20几年前，咱才有足侪位当初咱的全人生命教育协会成立的时阵，就是这个目的。咱的宗旨内面就写，咱是基督徒，咱伫社会社区要带人福音信主了后，要互伊入来教会无？拢无声，确定吗？信主了后，食饭会烧钱呢？食饭会烧钱呢？规矩无共嘛，做礼拜行嘛无共啊，学落的时阵嘛无共对无？这几年中间，咱知影足侪社区的朋友信主了后，甲咱就足侪的无共款。总是感谢主，家人教会本来就是一个传扬福音、基督的教会，所以咱继续看上帝要伫咱中间要做一新的代志。今仔日主要启示咱这条船呢。咱这条船，不管你是铁船，不管你是独木舟，不管你是安怎的船，总是你出航，这些才是咱要活的。上帝予咱这条船的目的。咱的船顶头讲有主耶稣，咱有明白这位呼召咱相信，咱所相信的这位上帝是安怎的上帝。咱的信心甲咱对上帝的明白真有关系。你哪明白上帝，咱就对主哪有信心。所以咱要真正来熟悉什么叫做信、望、爱。到底先信还是先望，还是先有爱？到底是哪一个呢？当我相信讲主甲我同行，主与我同行，我就什么都行。阿妹吗？请问你的行是哪一个行？上帝的行。主甲我同行，我就头前 OK 一帆风顺啦，是安尼吗？咱拄仔读圣经，若有认真读就知影。这条船，耶稣安那甲因招？耶稣跟他们一起上船哦，而且耶稣是主动招因的哦。来哦，咱去遐，兄弟姊妹。所以咱讲主与我同行，我就一定行，没有错。但主爱甲主同行，不是主你来跟我同行，我都要行遐啦。主讲 no， 你要跟我同行，你是要走社区，把福音传给跟你不熟的人，跟你个性不一样的，跟你家庭背景不一样，一进来让你的教会会有味道的，不是香气。教会进来的坐在你旁边的人，可能规矩不好，因为他没有进过教会。你愿意吗？愿意吗？愿意吗？这个叫做主与你同行，你就行。什么行？咱常常讲，在主凡事都行。阿妹吗？怎样行？调整咱自己。绝对行，绝对行，不是主力来调整我啦。我这个标准，你唔得看这个标准。歹势，主讲你是爱看我的标准。如果你不看我的标准，对不起 ，no， 你绝对不行。而且主一定会调整你的方向，调整。如果主爱你的话，主如果没有爱你啊，我就安尼就歹讲啊，就是主任凭你。这代志就大条啊！但我相信这位主，在我们信主的，咱信主的时阵，就应允咱，以用慈神爱所
会互咱行伫正路。咱的主对咱有信心吗？所以伫经文讲，伊上船了后，耶稣就安那困啦，困甲足重面的，重面到安那大风大影来，伊拢还搁咧困，水嘛入来哦。经文是安尼讲哦。啊，咱的主还搁咧困，请问咱的主哪会遮重面？该忝吗？咱敢有安尼想过？啊，咱的主，咱咧拄着危险嘛？啊，主哪会拢无陷害？兄弟姊妹，假困的人是毋是拢叫袂醒？我毋敢安尼讲咱的主啦，吼，总是咱想看觅，主要爱咱求伊。伫大风大影中间，咱咧无法度的时，主讲自我设限，伊无要干那一个管家婆，因为伊对你有信心，要互你的信心会当升级。敢若咱咧顾囡仔一样，当咱知影要放伊去，我们有没有要放手让他去经历，然后让他信心搁加添，互伊搁较明白主，搁较明白咱家己的有限，这就是人生的路。船已经灌满了水，啊！船拢全水啊！你想耶稣敢无浸伫水的？这台船敢毋是足落险呢？真正危险！兄弟姊妹，咱这台船，咱有危险吗？咱即马拄着危险吗？咱若是拄着危险的时阵，你会安那？你会啥物反应？找主，要安怎找？紧张就皮皮喘，就袂出来嘛？安那？求主甲咱斗阵，主甲咱斗阵，伊就要来真侪咱随时的帮助。咱要喊无？咱要大声喊无？主啊！我拢定定讲我的名片顶头，迦南教会名片顶头，这是我的名。背后有一个最短的祷告，有人听过无？是一句什么？上简单的祈祷，这句爱学起来，因为福音的朋友，因为这句吼，互上帝帮助，因为这句因经验着主，这句上简单的祈祷会记哩就好，因为有当时伤紧急袂出来时，讲这句祈祷就好。什么？主啊，救我！主啊，请你唔通讲老师救我。兄弟姊妹，叫主啊，甲叫老师有共无？当然嘛无共。老师会当救你吗？敢若会当讲好啦，你考试59分，互你60分啦，互你搁一遍机会，安尼而已啦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伫圣经中间有甲咱讲足侪，你甲上帝人脉的关系是啥物？如果你的人脉的关系，干那来到老师。安尼，咱爱搁进步。人生信仰就是一条搁进步的路。信心就是一个旅程。咱若是无甲这台船开出去，咱永远袂去经历到迄个大风大影，咱永远经历袂到迄个信心，一个健身房。咱要去健身房，拢爱搁付钱，1个月1000，对无？人生信仰的健身房，咱会做免费。而且你若是愿意嘛，真歹势，只要你愿意，船开出去，一定会经验。这个学生讲：老师，阮这边无命啦！请问，这是抱怨吗？还是求救？若是求救吼，伊讲主啊，啊若抱怨呢？老师啊，你是安那？我输啊！你是安那？阮这边无命呢，兄弟姊妹，咱的主，咱会当甲伊有对话，我们可以跟他疑问，没有问题，但我们请不要质疑。我真爱咱教会一个姊妹，今麦唱一首歌，就是黄家千姐妹，伊唱一首诗歌，咱等下会使听。不要问为什么。咱对主有信心，咱发生任何代志，不要问为什么，只要问主啊，主啊，
我相信你因带，我有倒位做唔好，我来改。你讲照我重新开始。主无计较，你若叫伊老师，伊嘛甲你救啦。啊，你若叫牧师，就无一定啊，因为我嘛是人。所以咱若是有困难时，咱叫一位主啊，主啊救啊。耶稣无计较，嘛是起起来，而且伊安那斥责风跟浪，随点去。这位是安怎的主？平静风浪，互咱搁一遍会当来经验的。当然，耶稣一定讲两句啊，讲一句尔啦。咱到底来读好无？来，请。信心伫对啦，就亲像我拄仔讲，黄家千姐妹唱迄首诗歌，伊对主有信心。即马或者是大风大影，伫黑暗中，伫个航海，哇！即马灯塔那拢无看到啦。黑暗中，伊永远相信，伊无加质疑上帝，但是我会当发问，没有问题。主讲你的信心伫倒位？什么叫做信心？兄弟姊妹，什么叫做信心？信心不是我逐工咧话讲，我很棒，我今天第一，我是第一，我一定会成功。歹势，这不是信心，这叫做自我喊话，自我感觉良好。信心伫咱信仰中间，咱有一个对象，这个对象就是拯救咱的主，呼召咱的主。今仔日咱若互选做小组长，互人选做协会的志工，我看咱的志工，我足感动的，因拢伫个因的位置上足认真、足拍拼。咱的志工中间有毋是基督徒的，是福音的朋友，因悠远照时间来，丰富。3年疫情，无人敢出来，因戴着面具，回去马上感冒呢，马上人艰苦发烧呢，悠远定义来服侍。这就是一个心。虽然伊也毋捌主，总是因惊吓，总是伊听讲有一位主通挖靠。兄弟姊妹，咱对咱的主认捌是啥物？咱干那真惊讶尔吗？真惊吓尔吗？咱所认捌的这位主，干那很多问号而已吗？咱来读这句，来请。这个人到底是谁？他下风浪也听从他。这个人是谁啊？你想，半暝若有人开恁兜的门，你一定画啥？香樟，兄弟姊妹，半暝若有人画，伊去恁兜开门，你毋好画像，你要画像，伊甲你拍。我有一个好朋友是医生，当场甲刺死。查拉来画啥？主啊，救我！伊一定走啊！兄弟姊妹，咱认捌的这位是谁啊？是咱通好挖靠的。咱会当信，毋是咱讲我决定信耶稣。的头前是主感动你，是主的恩典。咱人什么拢毋是，咱会当做只有回应。所以你若有感动，你要洗礼，你就紧回应。因为这是恩典，拄则咱的志工唱恩典的路，确定是安尼。当咱若知，咱若愿意信，咱即个梦是死的，是活的。活的就是上帝甲你互动，互你哪来哪加添，哪来哪有快乐，哪来哪有信心。救恩的开始是一切的开始。当咱需要主的，搁较侪信心，咱知伊就是互咱有永远的愿望，互咱伫变动的中间。这世代足侪变动的，毋免惊。迦南教会伫明年新的年度嘛会新的变动，毋免惊，阿免吗？有上帝伫咧惊啥？这教会上的，阿免。靠主，咱凡事拢会，凡事拢会爱记哩，就是主要爱咱调整，咱爱紧调整，毋好讲啊，凡事拢会啦。啊，我就歹做，你会使免做无要紧。你无做，上帝讲袂讲安尼就无正，总是你无分啦。
足可惜的。伫关键的时阵，无三位牧者的时阵，咱个爱起来，咱每一个拢会当彼此来牧养，因为主是咱的牧者，阿免吗？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有主对互咱的信心，有伊的听，咱就永远毋忘。毋忘就是讲还袂到的哦，我就讲主啊，感谢主。咱有安尼的心吗？咱毋好互即世代同化。啊，人讲安那啦，啊，迄安那安那，拢莫听人安那，好无？莫去比较。教人教会，咱就是上帝互咱的，毋是亲像世上的人摕来分析比较。这安那，哦，什么指数，什么因素，无，咱敢若问讲主，你教咱教会你的心意什么？因为每一个拢无共款，敢毋是？人无共款，教会嘛无共款，毋免比较。敢若讲主啊，你讲的，你说了算，我就跟你说好，我就做对的事情。咱若发现啊，敢若毋对，悔改，安那悔改？什么叫做悔改？起来去做对的事情，千万唔通讲无三位牧者讲啊，大家悔改，安尼啊叫你做，你讲无啦，啊我就悔改啊，我爱搁悔改啦，我爱搁悔改，我是来做足深的，我爱搁悔改，啊你都唔起来。兄弟姊妹，当咱伫教会的小会，也是咱的学生同工邀请你来同工的时阵，你毋好干那坐只悔改。悔改真正意思就是讲，起来，行，就做对的事。悔改就是起来做对的事，毋通干那趴伫遮对心的时间过啊啦。咱三个来读一句话，请。毋通互世俗同化，颠倒了上帝互恁该做，甚至得到更新，互恁通明白什么是上帝所欢喜、看最好、搁完全的旨意。阿免。咱的主要增加咱的信心，互咱的信心是一个循环。不管是对听开始，对信开始，对希望开始，社区做者朋友，因是对互咱听开始，总是有真侪人是对信开始，无问题。对倒位入来拢无要紧，总是咱是一个 circle， 咱会当互主来活用，这是真实的见证。愈来愈老，就愈来愈翘久，完全拢无法度做代志。敢安尼？因为真辛苦，你捌看过安尼的人无？因为脊椎有问题。当礼拜一个神学院的教授，伊看到这个见证，讲这个人讲啊，我这个人上帝做我安尼，敢若会使看涂骹，拢无法度看天。我会当做啥物？会当。伊有亲情有一块地拢无咧用，伊就去迄块地拿拍的，拿种菜，啊用刷的，一工8点钟以上哦。因为伊行路足慢的，去到遐佫用拍的。迄工神学院的老师讲，伊摕一个迄个豆仔，插豆仔讲，这是我种的，互你食。伊目屎流落来，因为即位伊是徛直直的，他会徛直直，毋是拄则迄安尼吗？当咱也要互主用的时阵，咱毋是翘久的，咱仰望主。当咱愿意互主用，主毋知要用啥物方法，咱毋知，总是咱会当荣耀上帝。兄弟姊妹，咱即条的船要互主安那用，咱就是翘久，敢若会当看头前，敢若看会使下骹，拢无问题。上帝有伊的方法，互人会当真做荣耀器皿。咱要来看咱生命之光即个影片。每一位愿意献上家己，不管伊是毋是基督徒，总是主感动。你若会当信主，你是更较有福气的。无你做更较侪好代志，会当放了，谢谢。你做更较侪好代志，你嘛是59.9999999。生命教育透过全人生命教育协会举办
多样讲座、课程、才艺活动。透过这些活动，让参与的朋友能认识自己生命的价值，尊重人，重视自己，爱护地球，发挥生命影响力，生活更加精彩哟。志工的工作是以招待、引导社区朋友入场就座为主。弟兄姐妹们，大家平安！我们是志工队的健康咨询组，我来介绍志工的精神与使命，让医生成为我们的好处 B， 并连结社区的朋友，让人喜欢到教会。我们的服务时间为每个月的最后一个主日，服务的对象呢是恩友及社区的朋友们，欢迎有服务热忱的兄姐们加入我们的团队。大家平安，我来介绍社区接待组。教会是一个半开放的空间，透过社区接待志工亲切的引导，协助进到教会的朋友可以快速找到他们所要去的楼层及教室，让人感受到家人般的暖心服务，拉近教会跟社区的距离，同时能共同维护进出教会人员的管控。社区接待组主要的工作是教会1楼大厅人员的接待服务与引导，欢迎你的加入。大家平安，我是安家整理物资的志工，我参与已经有多年了。每当队长和小组长在族群里日期邀约，我们志工们都很感触的服务，一箱一箱的整理给各需要的社会人士，让人家在生活上会缺的满足感，感恩上帝主的恩赐。大家平安，我是安家物资整理志工。每当到了物资发放日，面对着一箱一箱的爱心物资，志工们同心协力的一起完成物资的整理，从拆箱、清点数量、分配物资、整合后封箱完成，再分送给需要物资的关怀户。在这整理物资的过程中，我发现原来社会上有这么多需要被关怀的弱势家庭，也让我在这学会了知足与惜福。乐龄组是教会结合政府长照2.0的计划，成立了乐龄关怀据点，让社区的长者能够走出家门，到教会来一起参与课程。那教会也连结很多体适能、健康保健，还有3C 产品操作，非常多的专业的讲师，那提供长辈们有不同多方的学习。在每一天礼拜1到礼拜5中午的时段，我们也一起用餐，那增加彼此的互动，也提高长者的生活品质。乐龄组的志工主要的工作是协助报到、量血压，一起参与在课程的当中发放午餐，还有场地的恢复等等。社会上有许多的弱势的族群是需要帮助的，特别是街友。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事，我们更相信神爱每一个人，神爱每一个我们希人望透过特别教会的关怀恩友，让他们能够感受。这是我们的志工队队长，我不得不只能停在这里。我们这个影片会放在 YouTube。每一位志工都是我们珍贵宝贵，我们切在这里，不是我们停止，而是要继续。恳求神继续来带领我们。协会是迦南教会的一个特色，迦南教会有社区牧师，是全台湾有第一个教会有社区牧师。愿迦南教会这个特色成为这个社区的祝福福音的出口。我们一起要来唱这首回应诗，我们领受神的爱，领受神给我们的信，是因为他是信实，人不可靠，只有神是可以可靠得住的。我们请起立，一起来唱这首歌。万王的王，主的主，伟大真君就是伊，伊嘛在你主先行，
万王的王，主的主，伟大人君就是伊，伊嘛内你主圣囝，咱着为你来赞美，荣耀的开我，我含的光明，需要这的他吧，我们本下面最近的新鲜，老守主有嘛。咱三甲来祈祷。万王的主，阮感谢你，主，你是阮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。主，阮人生有限，主啊，阮毋是惊死亡，阮是惊永外亡。你互阮日日享受主你的听亡，主啊，嘛互阮有主你互阮的信心。主，阮感谢俄罗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